無論我哋嘅境況如何，都求讓我哋喺生活中順服聖靈嘅引導，讓主嘅靈充滿喺我哋每一個心裏邊，滋潤我哋每一個傷心嘅靈。主啊，求你叫我哋都能夠帶住清潔嘅心、正直嘅靈，單單睇見你。不見一人，只見耶穌，俗世的煎熬，漸已看不到。不要他人，只要耶穌，沿着這天路，獨向你傾訴。不見一人，只見耶穌，俗世的煎熬，漸已看不到。不要他人，只要耶穌，沿着這天路，獨向你傾訴。睇見嗎？如果今天我軟弱，面對衝擊沒沉着，求主保守我不致被仇敵擄掠。世界只想將我目光逐寸離開你，我要再次警醒。面對衝擊沒沉着，求主保守我不致被仇敵擄掠。世界只想將我目光逐寸離開你，我要再次警醒，仰望耶穌，耶穌，耶穌。我想大家一齊合上眼睛，細聽以下嘅經文。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，為我們的罪孽壓傷。因他受的懲罰，我們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傷，我們得醫治。我們都如羊走迷，各人偏行己路。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。我請弟兄姊妹繼續默想剛才嘅經文。不見一人，只見耶穌，俗世的煎熬，漸已看不到。不叫他
禱告。慈愛嘅天父，我哋感謝你係我哋生命嘅救主，你捨命嘅救贖，讓我哋嘅生命能夠得以重生。你嘅憐憫同埋愛都滿滿內住喺我哋嘅心裏邊，讓我哋能夠活着，係咁能夠重新得力。求你以你嘅真光照亮我哋前邊嘅道路，賜俾我哋力量同埋勇氣，讓我哋離開一切嘅過犯，單單定睛喺你嘅身上邊。求你重整我哋嘅心靈，將從上而嚟嘅智慧、平安同埋喜樂充滿我哋，賜俾我哋一顆堅定信靠你嘅心。無論環境如何，我哋確信你嘅恩典係夠用，你嘅帶領係最美善嘅。我哋同心嘅禱告係奉靠主耶穌基督得勝之名祈求，阿門。耶穌，耶穌，耶穌，耶穌。